呢個會更加濃，呢個就冇咁濃。其實你哋買翻去一對比就有區別嘅。呢個韻味更加香，更加舒服。呢個韻味仲冇呢個係嘛？由線分佈得咁多，韻味咁香咯。嗱，呢個睇有冇啱位姐姐啊？沉香級嘅呢個。呢個尺寸係8.8，我做翻啲非洲菜嘅去搭配啦。呢度仲有個跑環咯，呢個價錢係400元嘅。嗱，又啱嘅姐嚟拍啦，好有特色嘅呢隻，係嘛？好有特色嘅呢隻。啊，中意沉香嘅姐嚟拍，呢度做翻啲跑環色啦，非洲菜嘅一個搭配啦。又啱嘅姐嚟拍一個款式，有中意姐嚟沖咯。買翻啲沉香啊，放喺房間啊，或者你哋可以買翻啲典香嗰啲，去分間屋，係嘛？成間屋去淨化啲咁樣嘅唔好嘅磁場啦、負能量啦，係嘛？唔好嘅異味啊，咪運作嘅嘢啊。嗱，想要者嚟拍一個啲啲嘅23525，價錢去到係一個400元嘅。嗱，要者嚟拍一個非洲翠加一個沉香手串，沉香去到一個8.8嘅尺寸咯。嗱，想要嘅姐姐嚟拍，有中意姐嚟沖呢個款式，視框都係姐嚟拍，價錢400元嘅，你又啱有中意姐嚟沖呢個款式，400元。有中意啱嘅姐嚟拍，有中意啱嘅姐嚟拍，視框姐嚟拍，啲啲嘅23525，價錢400蚊。你哋想要咩款式嘅打出嚟公屏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有咩想要嘅姐姐們點菜。然之後下一個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們打出嚟公屏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咦，呢條啊，呢條好有特色嘅呢條肉，呢條你哋可以嚟拍喎。呢條你哋可以嚟拍喎。嗱，呢個非洲翠嘅呢隻搭配又好靚嘅隻。呢個有冇啱嘅姐姐？嗱，呢條都可以嚟沖呢條。這個也很好看，呢個款式。呢個有冇啱嘅姐姐？嗱，有啱嘅姐姐睇過嚟。這個也好看，嗱，做翻啲筒珠型啦，係嘛？搭埋啲非洲翠啦。呢個有冇中意嘅姐姐？尺寸係5.8，佢係做翻啲咁樣顏色一個間住啦。非洲翠幾多？7.7，6嘅尺寸咯。嗱，6嘅尺寸筒珠一個咁樣嘅沉香，搭埋呢度有啲銀色喎，有個銅錢，有個葫蘆嘅牌。吉祥一個啦，呢個款式有冇啱嘅姐姐啦？好有特色嘅一隻，很特別嘅一個款式。嗱，你要嘅姐姐嚟拍，呢個價錢去到260蚊，哇！呢個可以沖喎咁，260元。嗱，有啱嘅姐嚟拍，有中意姐嚟沖呢個款式，好有特色嘅一件，好有特色嘅一件啊！嗱，中意特色件嘅姐姐們嚟拍，啲 DIY 款式係嘛？DIY 款式，呢啲嘅23526，價錢去到係260元。呢個沉香嘅一個銅珠，加一個非洲翠手串，沉香去到6嘅尺寸咯，非洲翠去到7點幾啊，7.9。嗱，有啱嘅就係拍一個款式，很特別啊！嗱，有啲咁樣顏色去搭配，係嘛？比較特色咯。嗱，想要一種特色件嘅，你拍一個啲啲嘅23526，價錢260蚊。有冇買過沉香啊，姐姐們啊？有冇想入沉香啊？沉香真係佢個帶起身，成個人係嘛？冇咁煩躁，成個心情都好舒服，好舒心。成個人都係嘛，靜心落嚟，你哋可以沖翻啲沉香去帶一帶喎，真係。同埋咧，佢會隱隱約約會有啲氣味，係嘛？經過咁樣啦，
聞到一啲咁嘅氣味啦，哇！成個人都舒服晒、舒坦晒。同埋我哋近望去索，佢都唔去吸，佢都唔會話好刺鼻。佢會有一種係嘛好香。